各位朋友、各位體操嘅愛好者，大家好！我好榮幸咧，今日以中國香港體操總會會長呢個身份咧，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好嘅消息，就係第7屆亞洲彈網錦標賽即將會喺2026年嘅5月23號至24號喺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嘅 Hall 11隆重舉行。大家可能知道啦，要成功爭取舉辦亞洲嘅頂級賽事咧，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亞洲各國競爭激烈，申辦過程咧亦都係充滿咗挑戰。但係我哋中國香港做到啦！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上下齊心，憑住對體育嘅熱誠同埋堅持，成功令香港連續2屆成為呢項亞洲頂級彈網賽事嘅主辦城市。呢份嘅成績確實來得不易。我由衷恭喜同感謝每一位背後付出努力嘅總會同仁。今次賽事咧係匯聚超過200位來自亞洲各地區同埋國家嘅頂尖選手，亦係2026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嘅關鍵資格賽，意義咧非常重大。香港嘅彈網運動員將可以喺主場作戰，全力爭勝，為香港體壇爭光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比賽，向來自亞洲各國同埋地區嘅選手同嘉賓，展現香港最美麗嘅一面，包括我哋嘅城市活力啦、國際化嘅氛圍啦，仲有香港嘅人情同埋好客之道，俾大家知道香港唔單止係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，更加係一個充滿活力嘅體育盛事之都。最後，我喺呢度預祝第7屆亞洲彈網錦標賽圓滿成功，祝願所有嘅運動員參賽者可以發揮最佳嘅水平，創出佳績。It is really our honor to host the 7th Asian Trampoline Gymnastics Championships. We sincerely wish this championship a great success and extend a very warm welcome to all the athlete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, welcoming them to Hong Kong. And of course, best of luck to every one of you.